北上半日有咩好介紹？大家好，最近天氣真係變得快過之前，難得今日見到有啲陽光，咁就唔好浪費北上嘅機會，出發去又食又購物之旅。今日去坦洲行下超市，山姆就唔去啦，因為太多人，而且我求性價比購物嘅人，從來都唔想跟風購物。睡醒前還辦，嘈咗鬧鐘唔想同眼瞓，但係被窩發夢。老細嘅訊息未返，放假先唔上班。梳頭抹面着拖鞋兜過茶記轉個圈，地鐵站出後人唔制，今日主角喺高位。放假出門覓食㗎，行過街邊都聞到香，魚蛋撈醋加多芥辣燒炒飯要叉蛋雙拼。放假出門打卡影張相先記低呢場，杯凍麗茶落舊糖唔使趕時間最爽。舊行揾到隱藏糖水店面撞奶要熱先正，老闆娘話今日又有位多送一塊來印糕，旁邊個阿叔吹水講馬經廣播播住舊粵曲，太陽斜斜曬係牆角呢份閒情買唔到。放假出門覓食㗎，行過街邊都聞到香，魚蛋撈醋加多芥辣燒炒飯要叉蛋雙拼。放假出門打卡影張相先記低呢場，杯凍麗茶落舊糖唔使趕時間最爽。聽日嘅煩惱聽日再講，今晚先食多碗湯。落咗高速，走咗去坦洲市場附近食個早餐先。呢間嘢好有煙火氣，大熱天時冇冷氣，仲要得個吊扇喺頭上吹下吹下，真係好有情懷。佢呢度賣嘅嘢都係限量，賣晒就唔會再加。一個生滾粥再加個腸粉，一共11蚊。呢個價錢我自己覺得好抵食。三輪車鈴叮叮當當，喚醒了沉睡已久。食完就去咗附近嘅超市行下，以為準備荷包大出血，點知走到入去睇完個單價，先放下心頭大石。內地超市真心大，等於我哋澳門嘅商場咁大，係入面真係應有盡有，特別係啲鮮肉檔口，價格平過澳門嘅凍肉。平凡的夢想去遠方，卻愛上腳下的泥土芬芳。這人間如此的繁忙，每顆心都有個避風港。不慌也不忙，把日子慢慢長。嘿呀咿呀嘿，大地在回響。嘿呀咿呀嘿，哦，嘿呀咿呀嘿，萬物在生長。手鼓的聲音敲在巷弄，東邊的節奏，西邊的夢，色彩斑斕像那披風，誰在想裡找他的聽眾？吉他撥動晚風輕鬆，
烤肉的香味让心靠拢，目光远一点，心思近一点，看着繁华世纪围成一圈，没什么数不赢，岁岁年年，就在这月下喝个一遍，这人间烟火在绽放。蔬菜就更加唔使講，價格真係抵到冇朋友。遠方卻愛上腳下的泥土芬芳，這人間如此的繁忙，每顆心都有個避風港，不慌也不忙，把日子慢慢長。喧囂裡有一種寧靜，在每個街頭聽一聽，聽聽那心跳。呢度會有啲炒好號菜品，買返去配個簡單青菜就可以，真係方便而家新一代。萬家燈火，平淡喜樂，我們唱歌，嘿嘿。這人間煙火在綻放，汗水匯成了海洋，平凡的夢想去遠方，卻愛上腳下的泥土芬芳。這人間如此的繁忙，每顆心都有個避風港，不慌也不忙，把日子慢慢長，把日子慢慢長，這煙火萬年長，這人間最難忘。嘿呀咿呀嘿，嘿呀咿呀嘿。如果覺得呢啲超市價格都唔夠抵，再走去格照乜明行下，呢啲價格又合唔合要求呢？嚟呢度真係忍唔住手，飲嘅、食嘅、用嘅都係我目標。唔知大家覺唔覺得坦洲真係好多龍眼樹，家家戶戶門口基本都有一棵。經過見到有人放喺門口擺賣，就係龍眼樹下面，真係新鮮到冇朋友。價格比出面擺攤嘅少1蚊斤，咁就整返啲返去慢慢嘆。最後去到河邊飲杯咖啡，享受下呢種寧靜。呢度原來係度搞緊美化。將臭河淨化，建築物美化，打造文化美食步行街，到時又另一番景象啦。行前少少又有個農家檔口，佢啲嘢全部係自己種嘅，食幾多就買幾多，因為冇防腐劑，買返去最多放1、2日。千祈唔好貪平，買一大堆，享受完就打道回府。你哋又點樣消耗1日假期呢？歡迎留言，多謝各位。